海潮，怎么了？老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千万别紧张，啊！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妈妈的心脏病犯了，已经送去了中山医院。熊主任说今天之内最好做手术，手术时间大概在我们这边的下午5点30分。我现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21分钟后应该能够到达。我也给你买了最早能够飞回上海的机票。哦，好，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马上去机场。你不用太着急了，时间还早，你可以再睡一会儿。东西收拾不完也没关系，只要把护照带好了就行。我会给你安排特殊通道出关，错开高峰期，下午4点前应该就能到达中山医院。我跟你一起等妈妈醒过来。好。林姐啊，你不着急啊？离天亮还早，我们肯定赶得及的。啊，阿姨福大命大，一定没事的。我帮你们。海潮，哎，灯灭了，手术结束了。你好，手术做得很成功，放心吧。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别客气，别客气。放心吧。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哎，爸，我给林夕打个电话。哎，对对对，快告诉他啊！喂，老婆，妈妈的手术一切顺利，放心吧。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啊，我现在去机场呢。我要和妈妈说话。好，你等一下啊。好。哎，宝贝，宝贝，哎，妈妈现在要去机场啦，很快就能见到，好吗？乖乖嘛，嗯，你乖一点，妈妈一会儿给你买巧克力，好不好 FBI, are you the sales director for Li Tone Technology? Lin Si Huang? At this point, you can no longer leave the States. Please come with us. Wait. I'm Huang Lingxi, but I'm not Lin Tong sales direct anymore. You're still a person of interest in our investigation. What's wrong? Do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this? I will call my attorney. According to our reports, it shows that you smuggled rocker-like robots to Huayuan Corporation in 1998. Do you recall anything? 领通科技股价因前销售总监黄林熙被捕暴跌，领通 CEO 张海潮将面临投资人的巨大压力。领通科技是于2001年在上海长江创建的高科技企业，至今已经历6个函数，成长为中国芯片设计的龙头企业，且已在纳斯达克上市。长江之声经济早观察为您报道。美联邦检察官起诉领通科技前销售总监黄林熙一案，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关注。多方相关人士目前均保持沉默。据 CNN 报道，张海潮今天给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凯给的。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别让我哪天不小心就把你给收了。我们以为商战就是股票战、技术战，其实商战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表现。我想全面收购 TF， 我希望你帮我游说 TF 的股东。So you fucked me， 啊？ You fucked me！ 我们这代人爱看周星驰的电影，电影里说，我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这句话，矫情的像是女人一辈子求而不得的幻想，俗不可耐。 张总，股东们都急坏了，正在商量对策。先别急，肯定是不让干。他就是个跳梁小丑，知道我要收购他的 TF， 受不了了。都扣人了还不急？美国企业可是有这方面的传统。那又怎样？我们又没有违背瓦森的安排，也没有侵犯知识产权。张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都几点还不来？好，
那就取消所有的会议，马上通知韩律师，让他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现在马上就去。好，你要取消会议，所有股东都到了，就等你了。子夏，麻烦你来趟我办公室，有点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啊 ？FBI 扣留了黄连熙，我就需要保释金才能把他放出来。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你要多少？至少250万美金，现金。后面还有2亿多美金的罚款，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领通会被拖垮的。没有那么严重，我已经想好对策了。所有的股东都在劝你这个时候不要跟 Brian 作对，况且此时此刻收购 TF 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你总是在一意孤行。竞争这种事情永远都没有最好的时机，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我可以拿领通的股权质押。我是红木资本的代表，你怎么可以质押给我呢？你最多只能质押给李东升，你愿意吗？你现在手上有多少？25万美金。25万美金？你这么大老板手上只有25万美金？那你能不能给我无抵押借款？我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但是我知道黎东升手上有一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你自己去问他吧，我没有办法替他做主。我就知道他打算悄悄地在2级市场上收购 TF 的股票，还告诉我没钱做这个。我先去找徐阿图。哎，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先跟股东们一个交代吗？他们等到现在了，等不到答案不会走的。我现在更应该给林夕一个交代。他走之前发生那件事情，如果我现在先顾着那些股东的话，林夕会心寒的。没有林夕，就没有领通的今天。美国的监狱非常可怕，我1分钟都不想让他多待。别拦着我，我真有急事儿。政府，我没有这种命令，不能让你。真有急事，政府，楚哥，政府，楚哥，先生，政府不行，楚哥，干什么？放开他！阿土哥，我要找你借钱。我正在会亲家，你大呼小叫呢？哎，借钱借钱，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你是我朋友。你让我这张老 face 往什么地方摆，总比赌债好吧？哎，你闺女以后啊，会亲家的时候，我来问你借钱，你什么感想？反正都是自己人，没事的。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在澡堂子见亲家，怎么了？哎，大家赤诚相见有什么不好的吗？而且我5行缺水，你又不是不知道，开个走。讲吧，为什么要借钱？林夕被扣押在美国了。什么？而且他被扣还跟你有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记得那些年，你问他要过一批摇币机器人吗？给华源之心的。联邦法院说，那批机器人违反了瓦森的安排，所以扣留了他，保释金要好几百万美金。我只能来找你了，阿土哥。太黑了，哎，黑社会都不这样干的。不过兄弟，你放心，林夕的事情我一定会管的。当年我在北京卖房子的时候，他像我亲妹妹一样帮我。133万美元，无抵押借款，1个小时以后到账，怎么样？兄弟！林夕 ，Stop。OK, I see. 哟，气色不错嘛。你老公可要急得撞墙了呀！着急有什么用啊？海潮那么聪明，他会解决的。哎呦，你现在都还在嘚瑟呢。嘚瑟的是你，好吧？你说你买个房子，非要买在 Brian 隔壁，这不是提醒他把我抓了吗？硅谷的豪宅都在 Loose Apple Hill， 成功人士都是邻居啊，更何况他就是一心想对付领通，那不就得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吗？是，我都忘了，我们小翠啊，现在是成功人士了，富婆。说个正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大律师刘烨女士。黄女士你好。你好，我刚刚和联邦法院通过电话了，你的保释条款还没有下来。我预估的条件是：第一，你
不能离开叶翠女士家。第二，你直接告诉我需要多少保释金？500万，至少有1半现金。林欣，你能提供多少？成功人士？150万。我还可以把房子抵押。哦，别，当然不能抵押房子了。抵押你住哪儿啊？我在来之前，海潮跟我说，他找徐阿土借了133万。那我们就还剩192万。我去银行吧。哎，其实吧，林夕，我心里其实对你还挺内疚的。前段时间啊，高健私下来找我了，问了那批摇笔机器人的事儿。什么 ？Time's up。Let's go。哎，没说完呢，这叫我。哎，林夕，林夕照顾他们自己啊，林夕。好吧，我知道了。怎么样？小子那边出了点状况，还差192万美金。我这儿只有133万美元，如果要动公账的话，手续很麻烦的。我有领通的个人股权，可以质押。不要啊，不要！我这些年吃的亏还不够啊！领通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跟半导体犯冲的，碰上就倒霉。我已经克死我一个大哥了，我在大哥坟前亲自发的誓，这辈子不会再去碰半导体。阿土哥，我们都应该是唯物主义者。兄弟，有些话你得听我的。你看啊，一般人绝对不会碰13的，对不对？但是我就住在13号里头。哎，以前那个你好地产，你好2个字刚好13画。你嫂子名字里头有个福字，福字就是13画。我又是13号出生的，所以我一沾13，好运连连。但是你们那个半导体是他的对立面，所以我绝对不会碰的。休息啊。张伟，你马上帮我摸排一下所有曾经有意向入股领通的投资人，天亮之后帮我问他们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有兴趣持股领通？我都已经排查过了，领通现在面临诉讼，曾经感兴趣的人现在也都在观望。当然，我相信无论任何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是感兴趣的。林中生，你下来。你谁啊？你说我是谁？我不认识你。我问你借钱。我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借你什么钱？你不认识我，我也问你借钱，192万美金。疯了吗？不借。好，就算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黄灵溪吧？他曾经帮过你的忙。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救你，把你从牢里边捞出来，在雪山差点被冻死。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总是要去帮黄灵溪吧？不松开。我不松。松开！你借钱？我借你什么钱？你借给我！你干嘛你？借不借？我不借！你不借也得借！你眼里还有黄灵溪吗？你眼里不是应该只有你的芯片吗？什么爱人、家人、朋友都可以不要。借钱！你吸这个黄灵溪借钱！我松开我！我叫松了啊！拿手来！你要我也不松！我夹断了！夹断我也不松！夹！你夹！你夹！干嘛了你还你啊？你借钱，我不借，你借给我，我不借，你必须得借，我不借，你就借，我松开，你就借，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不借，借给我，不借，哎，我说我不借你钱，我不借，我不借你钱，借不借？你们俩干什么呢？松手啊！干什么呢？一大早的两个人打架，借不借？你别闹了，幼不幼稚啊？姜伟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几个领导在你办公室等着视察呢。你们都多大了还打架？你老公不该打吗？你也该打，快擦掉来。怎么了？流鼻血了。哎呦！
完蛋了，待会儿这样怎么见领导？哼，现在想起来见领导了。我看你刚才打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事儿啊。我包里有粉底，你遮一下吧。多娘啊！那你就这样去，领导问你怎么了，你就说刚打完架过来，特别男人。要不遮一下？救老婆是大事儿，男人嘛，不能光搞事业，也要照顾家庭。你昨天联系了旧金山总领事馆，让他们通过当地侨领提供一些帮助。是。当地侨领里有位方太跟我私交很好，他让我联系你，表示老侨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愿意给你无抵押借款100万美金，希望能保释你的太太。太感谢了，帮我谢谢老侨们，也谢谢您。我也知道，你最近工作上有遇到的困难，就像当年的长江高科一样，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难题，也摔了不少的跟头，但是历任领导都坚持下来了，最终取得了成果。你不可能犯法，我心里有数。你放心，这个时候能帮的都要帮。以后遇事要冷静，啊！我明白，但是我现在保释金还是不够。这样吧，我去找李东升，再说一下。谢谢您。You must abide by laws and disciplines. You must report to your supervisor. You must provide your phone numbers. You must stay in California and live in Los Altos Hills, W27th Avenue, near Theatre's home. You must stay at home from 12 p.m. to 6 a.m. Get no close to the airport. 我都打过招呼了，让记者们别堵着，给你时间休息。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呀？哼，你说呢？哎，立夏，你要的什么香薰啊、沐浴露全部准备好了，有你喜欢的玫瑰味，各种你喜欢的味，还有那个糖醋排骨，你最爱吃的爱热汤。哎呀，快去弄啊！还有林夕啊，你要的那个饰品在你房间，还有大大的给你准备好了。哎，林夕，那个保释条款说了，你不能靠近布莱恩家。林夕，回来！黄正凯，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个男人，你就别怂。林夕，你省点力气吧啊！你别吵了。打不过你就使阴招啊？你以为这样 TF 能涨吗？不出来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哎，林夕去哪儿啊？黄立新 ，no， 黄立新，这个烟毒仙我盯了3天，你有没有底线？ Brian，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没有违法犯罪，我是不会认的。你少再浪费时间、浪费律师费了，听见没有？黄立新，告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不是我，我律师都没找，你怪我？你少胡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所有的资料都是你提供给他们的。你就是怕你们股价太低了，被海潮收购，对吧？黄立新，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么简单，这可是走私涉密技术啊，国家大事儿啊！你别胡说八道啊！谁走私了？况且你是不知道吧？我早就离开领通了，领通现在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跟一家庭妇女较什么劲呢？啊，你这样很猥琐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猥琐？哦 ，sorry， 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我只知道家庭主妇的确不容易，见不着孩子，是不是？我也挺想念她的，毕竟她差点姓黄。想她是吗？行啊，我很快就会把她接过来。
到时候我们母女俩一起陪你耗，不就打个官司吗？谁怕谁啊？我陪你。是，就住我家，住多久都行，就住你隔壁。张总，股东们在会议室等您，律师们在您办公室等您。我拿着。诸位，咱们都是自己人，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所以有话就直说吧，好吗？海超，你现在什么打算？如果领通官司缠身，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套现进程。我已经联系了硅谷的周先生，让他们帮我们在美国寻找相关人士，争取早点撤诉。怎么撤诉啊？这又不是个人案件，你就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们有数的。海超，现在你的首要目标是带领领通脱离诉讼，没有政治和法律的风险。反正不管离婚也好，认罚也罢，我们不管。离什么婚认什么法？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们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过来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针对我的私生活。我告诉你，这个官司我必须要打，还要打到底。海超，你冷静啊，不能这么霸道。这不是霸道，这是节约沟通成本。诸位，创业者跟投资人就像驾驶和副驾驶，合作之前，投资人决定驾驶者，一旦决定了，车怎么开就是司机说的算。我们没有犯法就不能认罪，这不单单关系到领通的股价，更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也具有长远的眼光，这是红线，没得商量。律师还在等我，我先失陪了，诸位。我们已经做了排查了，根据您给的资料，当年的那批机器没有涉及走私，配件芯片也没有涉密，这场官司可以打。我心里有数，那就打。您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是第一次知道，咱们中国以前连配件芯片都做不出来，您带着领通走到今天，做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通讯芯片。所以，这场官司更要打。办法还是有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我和领通的关系彻底切割干净就好了。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他说的是离婚。不要再说了，离婚这个方案我不能接受，我也认为这个很不专业。张总，这也是最快让领通避开法律风险的一个办法。哦，这太莫名其妙了。林夕帮他们运机器人找配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呢，更没有领通。离婚这件事情很复杂，特别简单。其实只要想离婚，财产上达成共识，给我们1天时间就够了。他一定会说荒谬。荒谬。我还是没有明白，你是说假离婚吗？你可以这么定义，但在外人看来必须是真的，而且法律上也没有假离婚的说法。哦，这怎么可能有人信啊？林夕跟海潮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离婚，不是可笑吗？这是。这也不一定哦。如果想让大家相信我跟海潮正在闹离婚，是有办法。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啊？更何况一块开公司，吵架并不代表感情不好。您说的是，不过可以做点烟雾弹，比如说您的绯闻，我们让大家相信您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都是装出来的恩爱。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呢？张海潮刚拼尽全力了，保释了你啊！你爱看八卦吗？我爱看啊。大家都爱看八卦，对吧？只要编得够狗血，剧情够热闹，
大家就会相信，他们肯定会愿意看这些看着恩爱的夫妻，居然还有心酸的一面。他们也会不如意，也会遇到外遇啊，也会遇到出轨啊。他们的好奇心被满足了，他们就会相信张海潮其实早就背叛我了。说不定他喜欢上了漂亮的空姐、女明星，甚至女秘书、下属。得了吧，张海潮不是这种人。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就只有我太太一个人。编的嘛，到时候照片再做的再逼真一点，多 P 一些，公众们就会相信张海潮是内疚才会把黄灵溪保释出来的。咱们这个不是创业家杂志访谈，我们是来实实在在帮您解决问题的。我们是专业的团队，我们有职业道德的，一定不会泄露秘密，所以您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了不起的创业者，他们也是普通人，会有人性的弱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更没有圣人。张海潮绝对不会。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能成大事的男人，必须具备2种特质：克制欲望和延迟满足。张海潮平时会爬山，会游泳，会跑步，冬天还会洗冷水澡。我们吵架、冷战，吵得再凶，他也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也可以说你出轨了。你说什么？我出轨？这个有点意思啊。那可信度会更高。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张总，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上不了台面。那就这么办。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舆论对女人都是非常苛刻的。怎么？你是认真的？我开玩笑的。我收费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的。我付你，我付你啊！如果你们离婚，那摇臂机器人是否涉及走私，配件的芯片技术是否涉及泄露，那都是黄女士的个人行为。黄女士再怎么追着打官司，那也就是拖得再久一点，总能解决的。她现在遇到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只要协商到位，认罪低个头，我认为只罚款不坐牢的可能性很大。大概率就是罚款，以及不可以再去涉入摇臂机器人那个领域。你们领通一直也不干这个呀，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不想跟出轨扯在一起也行，我们可以找别的借口，比如你们个性不合，或者你想抢他的股权。哎，你这都什么建议啊？真是的！如果不尽快办理离婚，那领通就会一直纠缠在这个案子里。难道张海潮他会以公司的名义认罪吗？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你尽快回国。关键是，海潮最讨厌欺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结了婚他就不会离婚的。就算我提出离婚，他也绝对不会答应。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张海潮到美国来换你回去，他说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和你没有关系。这样，也就是说，我必须要离开领通。是，一旦您和领通没有关系，领通一样不会受到影响，而您会全扛下来。黄女士无罪，将自然回到国内。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我不认为张海潮会做这样的选择，尤其当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我建议你们离婚，将多方伤害降到最小。多方伤害。你们让我想想。现在的局势非常明确，摆在大家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领通绝对不能被影响。
这不单单是为了各位股东的权益，也同时是为了全球华人半导体企业的形象。林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张总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请您不要再插手。什么叫插手啊？林总这也是为了公司好。我觉得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把所有的情况讨论完备，包括如果海潮去了美国离开领通，那谁来接替 CEO？ 高大海，私下，从领通创立初期我就坚持，海潮是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你是公司的股东代表，现在还真不是夹带私货的时候。我的意见很明确，张海潮离婚，和黄明熙切割，这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对，我觉得林总说的非常好，我赞同。我也赞同。那林夕呢？考虑过他了吗？自古爱美人不爱江山，帝王的下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怎么了？亡国还怪上陈圆圆了？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这儿吵了。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心，话说的都非常好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天真想投票再叫我吧。我妈现在情况很差吗？情绪稳定一点。老婆，对不起。怎么了？我最近老是想起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关于这个案子，我想好了。老婆，我们没有犯法，就一定不能认罪。一旦认罪，就是中国企业违反美国法律，这个锅太大了，我们领通不能背，我们国家更不能背。我明白了。在这恍惚的午后，我只想停下来，回头看看流逝的时光。人生就像浩瀚星河，每个人寻迹的轨道就是宿命。宿命是很难被改变的，除非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引力。1997年春天，清华园的黄昏，我遇到了这种力量。那年，阿土哥跑来京郊门头沟建房子，找我过来卖房。小区发生了凶杀案，新房变成了凶宅。很快，项目就停歇了，我也没了工作，只能开发副业，搞搞小买卖。进了一批瞳孔放大片，却找不到销路，同学你们好，只能去全国最大的眼镜聚集地。这是啥呀？隐形眼镜，不知道吧？来拿着看一下。
我跟你说，现在欧美日韩都特别流行，你们这镜片就不用戴了。这什么呀？你们也看一下，隐形眼镜戴久了以后，眼睛会变形的。这种镜片好就好在哪儿啊？虽然是不久以前，生活却和现在全然不同。自行车还是如影随形的至亲好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还能写很长很长的信。在那段纸质地图不可或缺的岁月里，走过的路，脚印总会格外的深。网络时代还未来临，第一句问候总是深色熟虑。同学，你的产品赢了我。你们好。比来比去还是在学校里自己斗。你要是真这么自信啊，就和国外的学校比一比。你就比如说伯克利。你凭什么能请来伯克利啊？我就是有这个能力。你不是对你的 GPS 定位系统芯片很有自信吗？那你该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学生的实力，是不是？是啊，对啊，对。你看，就是这种耗子扛枪窝里后，见到强敌就往家跑，怕了。哎，张海潮怕了，张海潮怕输，哎呀，他怕了，哎呀，没说好样的。我宣布，我们就要把这场内斗变成一个国际比赛，鼓掌。同学，你好帅啊！说的就你，但是可惜啊，你脸上这个眼镜啊，掩盖了你的光芒。俗话说，眼镜就是形象的第一杀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是清华的校草。这位同学，你是卖隐形眼镜的吧？你知道配眼镜可是个技术活，你要不要去看看你这些产品有没有许可证啊？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你多少度就行了。我这里什么度数的都有，但以我的经验看，你应该戴800度对吧？这个就800度的，给。这位同学，你看啊，这条路一直往前走2.3公里，到头之后往右拐650米，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配镜店，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你这些眼镜合不合格。不用配，你相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眼镜啊，影响你的形象，你戴上它，肯定就有清华的校草了。你不信，你试试。你是不是要打电话？你要不打，我就先打了。我打。谢谢。同学，我这个卡好像有点问题，能不能借你的卡用一下？哦，你这个是上面的芯片脏了，擦一下就能用了。你帮人家擦擦不就完了吗？这不是你这么擦会降低灵敏度的。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你是要改变一下形象，你以后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哎，电话卡好了。我刚才听说你们要参加国际比赛，对吧？那形象就更重要了，因为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全中国的形象。是啊，你让人家姑娘卖几副挣点钱怎么了？真是就戳不瞎你。这种人就属于一碰到姑娘就没有原则。不是没有原则，是降低原则，这叫同情心，知道吗？你看人家姑娘长得这么好看，一副一副的卖眼镜，卖到你这儿来了，你不帮个忙合适吗？真是。你好，我叫黄林熙。清华校草李东升，以及他的朋友张海潮，买啦。弹的真好。哇！学长，你弹的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没听过？没有。这种曲种叫做 Flamingo， 是源自于古巴的哈瓦那。有空给你讲一下。人家跟哈瓦那没什么关系吧？怎么说也是西班牙呀、吉普赛之类的。原来是我们美丽的紫夏女神。没关系，说错就说错了，至少引起了你的注意。你别那么有自信了。紫夏，
我们这次要是赢了伯克利，你做我女朋友吧。你赢了再说吧。李东升很快请来了伯克利，原来在他说出口之前，已经做过了研究，知道有位华裔教授曾在香港度过少年时代。他写信对教授说：“我请你回来，在1997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里，和你曾经的故乡一起回家。我从不知道一个小小的比赛，竟能被赋予这样的意义。”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平创